南洋台南者梅仔会呢是用1档的时间来完成全台湾头一份针对移民甲移工这诈骗风险的制度性调查，显示讲，伫咧网络顶悬买物件，就是上定看到这诈骗的类型。拄到诈骗的时阵，其实因报案的比例呢有较低，而且呢真侪移工呢因为伤过单纯，也真侪时阵拢是无选择的权利。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今年6月，台湾的移民和移工已经超过145万人。也毋过因为语言的限制，无了解申诉的制度，定会拄到诈骗。有民间团体就针对移民和移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要3成的人表示，因捌拄到假政府单位，也是找头路索取互假公司诈骗等等，造成财产的损失，各自互人冒用的风险。他们也比较少接触这些单位，然后不熟悉，然后只要有人一说，我其实是移民署来的。 或者是我是那个劳动部的官员，然后讲话就是很有自信的时候，很多移民移工就相信了。民团呼吁，目前政府虽然有多元语言的服务，不过翻译电话顶答，因建议政府爱改善这个系统，提供更加多元的方式来传达防诈骗的资讯，嘛建立属于移民和移工的检举制度。我们要强化多语资讯的传递跟管道，不管是既有的政策或者已经改了政策，其实移民移工真的搞不太清楚，通报机制其实非常的不友善。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通报。民间团体嘛指出，有的导游移工也是非法减职，会因为唔敢接受政府的协助，可能互诈骗的问题更加严重。民团要求政府全面调整移工的劳动政策，保障因伫台湾的生活。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